我冇諗過咁大年紀都識得用科技，所以我覺得自己好叻。呢個智能訪客管理系統方便易用，家屬第一次探訪只需要用身份證同電話號碼核實身份，系統就會記錄低佢哋探邊位長輩。之後每一次探訪只需要輸入電話號碼，自動探熱，冇發燒就可以入去啦。我哋定時睇返啲記錄，就會知道探訪日期同逗留時間，甚至係有冇邊位長輩比較少人探訪。智能互動機械人有好多唔同嘅功能㗎，長輩可以聲控揀想聽嘅歌，播住音樂玩遊戲，又識得陪公公婆婆散步，係好多長輩嘅老友嚟㗎。就嚟冬至啦，婆婆話好掛住屋企人，仲想同佢哋聚下。頭先仲講到眼濕濕添啊！咁不如就播佢首任歌，等佢開心翻先啦。婆婆個仔成家人都移咗民去英國，個女又成日都要翻內地公幹，不如就等我同佢哋溝通下先。大部分長輩唔開心嘅原因都係同屋企人距離相隔好遠，因為佢哋最渴望嘅就係家人嘅陪伴。好記得婆婆第一次用呢個機械人同屋企人視像通話嘅畫面，好感動。見到孫仔孫女笑到見牙唔見眼，仲帶住個機械人周圍走，一路傾偈，一路介紹院舍嘅環境。智能互動機械人唔單止可以帶俾長輩歡樂，亦係一家人相聚嘅平台，隨時隨地幫婆婆同遠在外國嘅家人聯繫。我哋觀察到定期進行視像通話嘅長輩，佢哋嘅情緒明顯較為穩定，笑容亦多咗好多。佢哋會更加期待同投入院舍嘅日常活動，整體生活質素都提高咗。雖然唔可以成日陪住媽媽，但係喺院舍裏面見到好多新科技。有嘢玩，有嘢學，我見到佢嘅自信心高咗好多，我都戥佢開心。為咗鼓勵長輩多啲做運動，我哋將復康鏡擺咗喺大廳，長輩可以隨時自行跟住畫面嘅指示進行適合嘅復康運動，並透過鏡像得到即時嘅回饋，從而令佢哋嘅運動更加之投入。復康鏡亦會播放天氣啦同埋日期等嘅資訊，都幾多用途㗎。呢個訓練系統，長輩一邊踩單車，一邊可以喺大螢幕上欣賞世界各地嘅風景，唔單止可以提升復康訓練嘅趣味性，仲可以滿足長輩對出街嘅渴望。我哋見到好多長輩因為呢個系統變得更加積極做運動，身心都健康咗好多。最估唔到呢個系統可以勾起長輩昔日嘅回憶。我哋有一位長輩以前係巴士司機，佢好中意周圍揸車去唔同嘅地方。有咗呢部大電視，令佢重拾翻以前揸車嘅感覺，仲不知不覺做多咗運動添。我之前中過風，對腳同埋手都冇力，而家靠踩單車鍛鍊翻啲肌肉同埋關節，而家行多兩步都仲得嘅。每一位長輩都有獨特嘅照顧需要，而樂齡科技就正正提供咗創新嘅解決方案。透過智能化設備同系統，我哋可以更有效率咁分配資源，亦能夠掌握到邊啲長輩需要更多嘅關懷。最令我哋開心嘅係透過科技產品，見到長輩嘅健康同生活質素有明顯嘅改善。我衷心感謝香港都會大學舉辦呢個樂齡科技比賽，透過呢個平台俾大家分享經驗，令長輩嘅每一日更有色彩。